自己的小书店今天蓬荜生辉，来了最多的贵宾。罗丽芬一直秉持一件事，就是不忘初心，然后不为短利所诱惑，不丢专业，在每个阶段的终身学习。所以我都告诉大家说，每一件事，若非心中热切渴望，美梦不会凭空实现。所以这个就是40年一生坚持做好一件事，用热爱，然后拥抱，然后用优雅做人、漂亮做事。只要让我做事，我一定第一名。